拗冷嘅線路心水，心水鳩出人啫。今年啲手氣咧，屌差到極點啊！職場都嘔血，早水咧，我希望睇得通透先至出。有時有啲賠率唔啱啊，有啲古怪嘅位置我都唔想再出早水呃 views 啊。咁所以希望嚟緊呢一次嘅星期六沙田日賽可以做好少少個爆冷心水。今次會有兩條片，事關我睇到嘅嘢咧，我都覺得比較多而有趣呢個賽日，所以會將佢拆為心水鳩出同埋呢個線路策略。咁咪會有兩次嘅心水環節推介，大家拭目以待吧。咁啊，留意翻今次係跑星期六啊，咁就頭場可以跑時間1點正嚇，私家3欄，咁就跑10場賽事，記得係跑星期六嚇，各位朋友。咁就廢話不多啊，即刻開始講下心水馬仔先啦。最近啲賽績都唔使去 review 啊，輸真係慘。嗱，咁可以望翻嚟緊呢個沙田日賽啦，星期六咁又有一個拆咗係第9同第10場嘅，咁就大家留意係3班14咧。咁望下個倉啊，阿蔡咧就冇線喎，竟然咁就大衛希斯光頭丁啦，咁啊有條叫環球英雄，咁又懟咗落去呢一個叫做光明傳承同埋彭越嘅，留意下光明傳承彭越同主啊，咁就係潘明輝騎，幾有趣喎呢條線。跟住數就係呢個串嘴嘅馬主嚇，咁又乜乜大師、乜乜大師，可靠同埋古惑大師啊，一個田雞，一個唔知乜撚。咁又仲有呢隻青春力量擲咗標係喺裏面啦，標係都有隻叫標之福將啊，咁呢啲都有嘢睇，我覺得大家可以揣摩下呢個賽日。咁啊，沈集成吳集線嚇，伍彭志吳集線有條呢啲叫做黏黏線咧，係咪死晒咧？啊，打個問號。姚本輝擲咗一條叫做黃牌線嚇，咁啊全神貫注烈火進馬。跟住有呢一隻叫做樂勝天下啦，擲咗喺遨遊武士同埋呢一個叫做開心係嘅人馬裏面。咁開心一陣間先交代啦。啱望翻漏咗廖蛇啊，廖蛇最近好似比較靜啲喎，係咪儲埋埋啲子彈咧？首先有呢個康樂健康高球射康樂高球啦。咁就亦有齋月同埋呢隻叫做展鴻威啊，咁就張月勝啊，玉龍團體，咁就大家可以望下啦。咁就方家柏嚇吳集線，呂健威咧就係頭先我想講嘅開心樂園餐同埋呢一隻叫做開心5月嚇，擲咗喺呢個樂勝天下團體裏面嘅。1、2係馬主黑圈馬樂勝天下，大家留意下。開心係咪開呢邊咧嚇？打個小問號先，大家暫時唔理住啦，賣個關子。嗱，羅富全呢度咧有趣，頭先講過嘅呢一隻叫做遨遊武士啦嚇，咁啊亮寶許晉亨定係佢條女啊嚇，咁跟住就擲咗去不可擋同主同場噃，10號馬10號檔啤度嚇打問號，咁就一陣間再交代其他線啦嚇。咁啊，跟住有呢一個叫做美麗啦，美麗在線咧就擲咗去告東尼嘅同主同倉喎，美麗多型同樣美麗 OK 嚇，可以望一望。咁跟住蘇慧賢啦，咁啊有頭先講過康樂高球啦嚇，見到呢隻勇冠群英啊，咁又因為勇冠乜嘢咁啊阿倫啱贏嘅，咁都係其實呢一係馬如馬主所講啊，好欣賞阿倫哥嘅，咁又即管望望啦。咁跟住文家良啦，人渣良咧就有呢隻叫做形影飛馳啊，烽火山林嚇，同乜嚇，亦都有條黏黏線啊。咁啊可以望下呢條黏黏打咗俾黃寶嚟攞嚟做乜七啊？咁啊講過嘅彭越啦，同主同騎光明傳承潘明輝，咁就葉楚航都唔有其他線嘅，大家可以望一望。咁開心5月頭先講過嚇，咁啊賀賢吳集線，跟住不可擋啦，韋達倉嚇黃寶嚟直落1000，咁跟住仲有呢個同主同倉嘅利不可擋嚇，都係呢個叫同團體嘅馬，望件衫就知嘅。咁跟住利子厚嚇，咁啊亦都擲咗喺呢隻不可擋嘅身上，所以形成咗一個叫做1、2係馬主，大家可以留意下啦。2係 stand for 許晉亨，1係咧利子厚。
容天鵬唔集線嘅，咁跟住鄭俊偉唔集線嚇，徐宇石有線喎。東方寶寶同東方福寶嚇，古靈精怪，再搭條黃牌線內呢隻官萬物身上，都係阿倫噃，係咪又想爆冷啊？咁又丁冠豪有呢一隻叫做銀河勇士嚇，標之福將，標係頭先講過青春力量啦，咁啊擲咗一條黏線喎，講晒一站馬，有一條線冇交代，亦都賣咗少少關子咧，就係啲波係啦。大家可以留意下嚇，波係咧，咁佢就有呢一個 Facebook page 嚇。大家如果有留意呢啲咩鬥智波、和平波啊，即管上去拉一拉翻阿蘇珊嚇，佢哋波係啦，我簡稱叫做嗰個 Facebook page 咁啊，佢都啲馬幾好，和平波每次贏親有賠率㗎嚇，所以拉一拉啊，大家如果有中過話，小弟都中過2劑嘅，咁啊，但係唔叫極懶啦嚇。anyway。咁就今次介紹波係咧，亦都幫佢推一推個廣告，事關因為佢係有 like 有品味蘇珊因為 like 係爆冷嘅 page。嗱，波係咧分別有2隻，一隻係鬥智波，一隻係同心同樂啊。咁又佢唔叫波噃嚇，咁又但係望彩衣咧，大家都會 recognize 到噶啦。咁就呢件啦，鬥智波嚇。咁跟住呢隻咧同心同樂啊，差唔多嘅，但係大家望翻個團體就會知阿蘇珊係喺個團體裡面嘅。嗱，咁呢2隻馬要揀咧，其實都有一定難處嘅，事關你望翻嗰啲磅數各樣嘰咕嚕嗰啲咧，喂唔係咁易嘅，即係以前我用嗰啲死人概念咩跌20-30磅嗰啲馬應該食屎屙飯啫嘛，今次呢隻又跌得7磅，望翻後面嗰隻同心同樂加34磅，咁到底係加磅可以減7磅好咧？咁配備變動少少啦，可以望翻呢隻同心同樂就剝咗個 XB 嚇，前面嗰隻咧乜都唔喐嘅。咁開始要 embed 少少嘅跑馬概念，但係亦都主要用翻我自己線路概念，睇翻個倉先。嗱，咁無偉傑悠遊俠呢隻落飛轉倉過嚟嘅，咁我相信嚟到呢個5班都冇乜特別話要保留啦，係咪啊？事關我覺得呢啲始終5班馬轉得倉，咁又都希望交代嘅，咁啊睇下無偉傑有幾多賣剩借啦，悠遊俠班得嚟嚇，咁呢個都唔差嘅嚇，佢呢個組合都。咁又美麗老窩跑翻1000啊！上次呢隻馬好似係油馬可係咪啊？跑1200咁就收皮，但係1000咧呢隻馬喺末段做得好，你睇下包尾追上嚟，之前2劑都要靠前少跑嘅。唯一你可以話啦，佢唔用梁家俊咯，咁梁家俊有馬跑翻嘅，跑呢隻叫做成好運。叫做揾阿開子幫佢減少少磅，係咪可以幫到手咧嚇？咁又打個小問號，但係似乎呢一組裏面咧美麗老窩都叫下飛嘅，咁就好運寶馬應該斷纜收皮挺手騰飛自己都唔知，爭金奪冠就跑開呢個跑馬地嘅噃，咁今次過嚟仲要同組sorry 係拆組裏面嘅次選，鬥智波係咪有機會咧？嗱，其實大家睇翻咧3班1400咧，就要拆咗組，所以其實 suppose 如果係得一組嘅話咧即係得一場啦，蘇鳩年咁應該係鬥智波同埋同心同都有機會係同主同場，所以你都唔知到底蔡明少騎邊隻嘅。咁但係啦，一定要拆一隻出嚟同大家推介，唔將2條線兩隻馬買晒嘅情況底下，因為佢叫同主同騎啊嘛。咁啊，首先望一望鬥智波呢一組啦。嗱，望一望翻我哋最愛嘅數據平台 HK33咧，佢有呢個叫做預期捕捉指數咁又考嘢嚟嘅，大家記得上 HK33睇一睇啦。嗱，望翻第9場咧，事關呢一場佢預計嘅步速係偏快嘅。嗱，12磅鬥智波咁又懟埋嚟啦唔知頂唔頂得住，因為事實咧，你有呢隻叫做勇冠群英喺度。嗱，勇冠群英呢隻馬咧，次次都係督前跑嘅。你可以望翻佢嗰啲完成時間咧，1分21秒47咁啊係4班1400米。再望翻佢贏嘅其中一場1分21秒72，望翻4班1400快得緊要，快咗成秒，都未叫1秒嘅，快咗半秒啦，係咪啊？唉，我都唔識講。但係講真，你以佢呢個叫做步速偏快少少嘅情況底下照贏咧，咁我覺得勇冠群英如果喺呢個預計嘅步速嚟講咧，6檔12檔變相要放咧，
應該勇冠群英着數啲，阿倫應該拍到埋欄啊，有機會嚇。預計你如果鬥智波最快，佢未必可以攞條欄，因為你睇翻勇冠群英可能甚至乎快過佢攞條欄，快步速翻嚟照舊，照版主碗啲輕輕鬆鬆。咁咧睇翻呢一隻叫做鬥智波，望翻佢呢幾劑個跑法啦嚇。咁因為鬥智波我自己一直喺度刷緊，到底係咪呢一隻嘅毛偉傑蔡明紹？咁但係你望翻毛偉傑蔡明紹呢個組合咧，嗱你呢一場你望翻佢 keep 住跑1400嘅 ，OK？ 咁啊同埋啲完成時間嚇再快啲嘅1分20秒黐撚線嘅。即係你以呢啲三班賽嚟講，快咗成秒啊，已經差唔多都叫做，即係又唔係快成秒，即係呢啲叫做半秒啦嚇屌你！咁啊佢擺前跑啊21秒幾，最終收皮嘅，有啲望輸都幾撚遠，因為後面啲馬又拍晒上嚟啦。咁啊贏嗰隻至尊高飛，跟住穿甲英樂勝天下，你可以望翻至尊高超穿甲英最近啲表現都非常唔錯。咁呢一隻鬥智波喺呢一場嚟講快步速收工跑近少少嗰場咧，你可以望下21秒21.33都叫快嘅。咁其實都係啲後追馬世界啦。咁亦都唔係有特別大懸念嘅，佢自己都係貼欄跑出嚟咁冇啦，直路收工拜拜。輸唔係話特別遠嘅，後面追上嚟嗰啲個走勢好啲咯，師傅係咪先？望埋第一場初出嘅時候啦，咁呢隻馬喺呢一個叫做1分22秒35啦。咁呢一組咧喺三班嚟講偏慢少少個步速。其實你要睇咧，都係佢自己一隻隊出嚟嘅。咁班呢隻係咪老班精神啊？都叫做有拍一拍下佢嘅。咁其實你話頭段13啦第二段22，第三段咧24嘅。偏慢翻少少，但係呢隻馬咧喺呢一個慢少少嘅步速底下，佢都係冇嘅，最終都係收工而回，翻屋企瞓覺。所以對於今次呢隻叫做鬥智波咧我覺得喺勇冠群英會跑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拉到個步速會快，我覺得呢一隻應該係冇嘅咁所以唯有同主同騎應該就提供呢一隻叫做同心同德嘅。首先望一望寵物店尤達榮嘅倉啦。咁嘅嘢就叫一定超有呢隻叫勇進當鋭，開心5月啦。其實開心係我自己睇嘅諗法啦，我估應該係開心5月為主嘅，因為開心樂園餐咧咁有呢個死亡之星嘅話俾我聽，唔使買呂健威啦，拜拜開心樂園自己唔要嘅。隊到落嚟兩隻黃牌馬啦，一定超星開心5月自己覺得開心5月跑嘅成數都大，因為最近開心5月落咗班之後個表現都叫做有翻嚟。咁田雞係一次第4，一次第2嘅咁整體叫做希威森落班嘅話，場亦都即係幫佢跑到第5啦。唔差嘅，一直 keep 住飄住跑得近嘅。咁我相信呢一隻嚟緊都會叫做有啲飛啩，係咪喺呢一組裏面？暗牌少少，可能話係啲咩大師古惑佬1400米唔知嘅。但係開心5月咧，呢啲繼續1400跑得好啦，應該分鐘都喺度咯，我睇。不過似乎熱喎，但係田雞唔騎轉蔡明紹大家唯一值得留意呢個地方啦。咁但係其實田雞放頭不撚柒嘅今次就蔡明紹反而應該控制步速，姜成個人都好啲啩，係咪？勇進當鋭咧，咁望一望呢隻馬，上次小弟喺泥地嘅前一次有投注，跟住咧就跑第12收得工。呢隻馬其實轉咗倉之後都叫追得好嘅呢一仗，因為事關你望翻去泥地咧就1Q 一個第5一個第4啦前季贏咧跑馬地1650今次跑1800田草乘2小弟真係不得而知到底會跑成點嘅，係咪應該繼續跑翻泥地好啲定跑馬地咧望一望呢隻馬對於佢個磅數咧。減得2磅配備減咗個 P， 唔知有咩幫助呢啲情況底下，小弟真係唔想揣測啦。但係望到呢隻同心同德咧 ，against 隻勇進當鋭，我自己揀翻人馬主線嚟賭嘅線路係一跟線走㗎啦。望一望呢隻叫做同心同德咧之前咧都係冇段好睇嘅，
但係初出兩劑咧都潘頓啊，換咗艾兆禮，咁就嗱，甚至乎用我哋最愛嘅數據平台 HK33，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呢隻馬喺之前係落過飛撲街死嘅。望一望翻同心同德係潘頓落飛嘅嚇，咁啊落飛幅度23%，咁啊你話多唔多少唔少啦？你話近帳嗰次咧就13%，但係相對第一次初出落嗰個幅度咧係犀利嘅，直接懟 win 嘅，咁就潘頓收皮係咪蔡明少還咧？呢一個組合都幾 fresh 嘅，事關潘頓嘅腳趾公都仲未好得翻啦，咁所以今次上蔡明少咧。同主同倉底下咧，本身應該係睇翻啲有合作無間嘅組合噶喎。今次呢個比較 fresh 嘅概念咧，我相信都係因為蔡明少幫佢贏和平波啊，散到盡嗰啲咧，啊馬主繼續俾翻蔡明少騎嘅。即管猜佢單 pace 同心同德懶到極點啦，相信睇下會唔會爆個靚爛啦〜